继续来看最近上红上青的政治世界的第二代，就是民进党的前立委郑文彬的后生，合作德德。伊开设着 IG 才短5天，马上追踪的人数就高达286000人。这个马上增加的速度是真惊人。有经纪人来证实，讲这个德德哦。 过去捌用半年的时间来练唱歌、练跳舞，但是最后也是决定要先来读册。白泡泡有绵绵皮肤，目睭大大腿，伊毋是韩国明星，伊是民进党前立委郑文彬17岁缘投后生德德。QQ 的头毛穿比白色的碰色衫，轻松打扮，就亲像韩国明星车银优，某人讲亲像日本明星柏彦崇。伊伫咧今年节开设 IG 个单，5天就成28.6万人追踪。如今伊方野了，真正伫咧经纪公司训练半年时间。 希望在经过一连串的训练之后呢，大家都能够脱胎换骨。无论是行大步，或者是唱歌跳舞、训练演技，德德拢捌受训练过。经纪公司嘛证实捌和伊合作过。佮讲德德是一位顶尖的乖囡仔，当时嘛真重视学业。未来如何爱尊重伊个性和家庭的意愿。啊，德德敢有机会出道？郑文彬嘛发声明强调，即马敢有读书的机会，无出道的机会。 德德声量，关键是惊到人，培种人数嘛继续咧增加。囡仔时的画面嘛小说公开，亲像在年前，伊和老爸同齐到一馆所分享长仔岛照顾的经验，或者是伫咧爸爸郑文彬开箱影片内底出现，互真侪民众学了德德吼，真正是自细汉缘投到大汉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